好來，鄉親啊，繼續來看台中市政府建立着中部唯一通過國際認證的刑事鑑識實驗室，更加自主開發着 AI 指紋辨識系統，希望提升重大刑案偵辦的效率。台中市警察局最近積極導入 AI 科技，所謂鑑識和無人機等智慧設備，應用在治安、交通、打詐等等，唔但提升執法的效率，嘛展現科技治理的成果。運用科技強化刑事鑑識量能，從鑑識實驗室國際的認證、智慧科技導入到無人機警察隊建制。展現科技辦案模式。同時，警察同仁嘛自主開發一站式的早期手文工作流程 AI 輔助系統，把案件平均處理的時間為124天縮短到20天。設備的運用對於我們業務的推動應該是會有所幫助哈。呼籲大家跟警察局一樣可以在我們的設備上更加的精進，讓我們的業務的推動會更加的順遂。成果是真顯目，嘛連續6年摕到中央評鑑的特優，未來嘛結合科技，打造更較有智慧、較效率的科技經濟。